歡迎收睇智叻選購貼士，我係 VC。咁今集呢，我係以消費者嘅身份講俾大家聽點樣去閱讀香港嘅食物標籤。咁大家睇完之後呢，係好值得呢轉發俾你嘅屋企人啦，同埋身邊嘅朋友嘅。咁以下嘅內容呢，就係以香港嘅食物標籤法例作為基礎嘅。食物嘅標籤呢，就係指預先包裝嘅食品按法例嘅要求列出嘅資料。咁首先呢，我哋要睇下食品嘅名稱啦。假如佢只係有中文名嘅話呢，佢就只可以用中文嘅標籤；只有英文名呢，就用英文標籤。有齊中英文名呢，就要用中英文嘅標籤啦。咁唔係中英文名嘅食品點算好啊？例如係一啲咩日本薯片啊咁樣呢？好簡單啫，改翻個中英文名俾佢咪得咯。咁跟住呢，就係成分表啦。成分之中最重嘅呢，就係排第一位。如此類推。假如啲食品裏邊呢係有添加劑，例如係防腐劑啊、食用色素啊、增味劑等等嘅話呢，就要寫明呢係用緊邊一類嘅添加劑。然後咧就喺後邊加個括弧，寫上編號。咁編號咧就係國際通用嘅。而法例咧亦都規定唔同嘅食品咧係有指定可使用嘅添加劑同埋份量嘅。另外含有8大類常見嘅致敏原食物都必須清楚注明。包括咗麩質啊、甲殼類嘅動物啊、蛋類、魚類、花生、大豆、奶類同埋堅果嘅。即使食品本身咧係不含致敏原，但係生產線可能係接觸到過敏嘅物質，都係要注明嘅。食物嘅標籤裏邊咧就包含咗1+7嘅營養標籤，1就係代表能量，以千卡或者係千焦做單位；而7咧就係代表7種嘅核心營養素，當中嘅蛋白質啊、總脂肪、飽和脂肪、反式脂肪、碳水化合物同埋糖咧就係以克做單位嘅，而鈉咧就係以毫克嚟做單位嘅。營養標籤裏邊咧，第一個要留意嘅數字就係食物嘅參考量嘅數值。固體最普遍咧就係用100克做單位，而液體咧就係用100毫升。例如100克裏邊咧，糖就係佔咗1克嘅。但係有一啲嘅食品咧，佢嘅就係用食用嘅份量嚟計算，例如總重量咧就係192克，份量嘅數目就係6份，每一份嘅參考量嘅數值咧就只係得32克，而唔係100克啦。跟住要講嘅咧就係大家最關心俗稱嘅食物到期日啦。正確嘅名稱咧就有2個嘅。此日期或之前食用咧，就係指過咗期之後咧，可能唔安全，例如係鮮奶啦。至於此日期前最佳咧，就係指過咗期之後品質下降，但係未必有害，例如就係罐頭。而顯示日期方面咧，一般就係會寫上日、月、年。但係數字咧，始終有機會引起混淆，所以咧就會列明嗰個顯示嘅方式。有啲嘅日期咧就係用月年，中文咧就會寫月年後面加個底字，意思就係嗰個月嘅月底。而英文咧就會用 end month year 啦。下一個咧就係儲存方式。一般非冷藏嘅食品咧都會寫上存放於陰涼處，避免陽光照射。而冷藏嘅食品咧就會寫明需要冷藏啦，又或者係儲存喺攝氏0至4度，甚至係-18度嘅。跟住用量啦，一般嘅食品或者飲品咧就唔會限定個用量嘅。但係營養補充品咧就係因為根據食品嘅法例去監管，所以咧就會寫上食用嘅方法，例如咧就係每日2次，每次1粒啦。同時咧都會注明孕婦啊、哺乳期嘅婦女啊、有醫療狀況或者正在服用藥物嘅人士咧，就應先諮詢醫生嘅意見嘅。另外，消費者咧就有權知道食品咧係由邊一間公司生產，或者邊一個係代理商。所以咧就要列明生產商或者代理商嘅名稱同埋地址。
咁好多公司甚至乎係加入咗熱線電話同埋網址嘅。最後標籤上邊咧就要加入淨重量或者淨容量，仲要寫上生產嘅國家或者係地區嘅。咁嚟到呢一度咧，我相信大家咧都有好多嘢想問。咁嗱，我喺呢度咧就先準備好3條嘅問題自問自答啦。咁第一條咧就係好多嘅食物標籤咧都係用貼紙咧就貼喺嗰個包裝上邊嘅，咁合唔合法㗎？咁其實咧用貼紙嚟做食物標籤咧係絕對合法嘅。咁因為進口香港嘅食品咧係嚟自世界各地，而佢哋嘅包裝咧唔係單一為香港製造，咁所以法例咧就接受用食物嘅標籤嘅貼紙啦。好啦，咁啊嚟到第二條啦。咁有一啲嘅食物標籤咧就會註明咧此乃豁免營養標籤嘅產品。咁點解可以豁免嘅？咁原來咧任何預先包裝嘅食品，每一年嘅銷售量係低於3萬件咧，就可以獲得豁免。咁不過咧就要向食環署申請，而獲批之後咧就會得到一個豁免嘅編號嘅。咁啊，第3條啦。咁點解有酒精成分嘅飲品係會用上食物標籤，包括係營養標籤嘅？咁原來咧法例規定咧，唔超過1.2% 嘅酒精飲品咧係會當作普通嘅飲品嘅，所以咧就會用上食物嘅標籤啦。咁啊，假如大家咧有其他問題嘅話咧，歡迎留言交流，我會盡力回答嘅。嚟到呢一度咧，我會俾大家一啲活學活用嘅 tips 嘅。嗱，咁作為消費者咧，其實咧係唔需要太過介意咧，買到一啲嘅食品嘅到期日咧唔夠長噃，咁感覺咧好似唔夠新鮮。其實咧，只要佢哋嘅品質係冇變壞，而你又食得快嘅話咧，問題係唔大嘅。嗱，咁不過咧，對於一啲雪藏嘅食品咧，就要特別留意啦。咁啊，例如係喺街市啲鋪頭咧，賣緊啲有包裝嘅雪藏食品。嗱，咁我啊親眼見過咧，有啲有包裝但係已經溶晒雪嘅牛扒咧，去到第2日咧就係雪翻硬，繼續賣噃。咁呢一啲咧，我係唔會買嘅。嗱，咁今集咧就講到呢一度啦。咁啊，裏邊提供嘅資訊同埋意見咧，純粹咧都係用作參考嘅啫。咁啊，歡迎大家留言交流。咁啊，喜歡呢條短片嘅朋友，請你俾個 like 我，順便咧就分享出去，同埋咧撳埋個啷啷訂閱呢一條嘅頻道。我係 BC，咁啊祝大家買得安心，用得開心。我哋下集見啦！